第22課交通運輸課文。香港係彈丸之地，揸架車喺港島兜個圈都唔使1個鐘。之不過全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拉勻嚟計有成700-8千人，再加上香港人素以節奏快見稱，佢哋對交通運輸嘅需求就特別高。除咗私家車之外，公共交通主要靠幾乎伸展到全港每個角落嘅地鐵同埋巴士，仲有電車同渡海小輪。雖然慢啲，但都好方便㗎。但係方便得嚟亦問題多多，其中最突出嘅就係塞車。每日返工放工嘅高峰時間，好多地方嘅車直情好似矮欄咁行。如果撞啱有乜交通意外，甚至乎天雨路滑嗰陣，成個地區就打晒困籠，簡直喐不得其正。對外嘅交通講起上嚟就架勢咯。憑藉住優良嘅地理位置，香港嘅海運、陸運、空運都非常之發達。海運嚟講，香港貨櫃碼頭嘅吞吐量年年世界第一。陸運嚟講，本港往返深圳、廣州嘅直通火車、直通巴士，日日都開成100幾班。空運嚟講，香港雖然淨係得1個機場，平均每個鐘頭都有幾十個航班升降，同全世界差唔多200個城市保持直接嘅聯繫。可以講，香港嘅成功同佢高效率嘅交通運輸係分唔開嘅。重點詞彙：揸車，兜個圈，唔使，之不過，私家車，角落頭，三鐵，得嚟，直情，好似矮欄咁行，撞啱，天雨路滑，打困籠，喐不得其正，架勢。補充語彙：詞語，紅燈、綠燈、衝紅燈、路障、泊車、雪糕筒、交通警、救傷車、行人路、紅色小巴、綠色小巴、冷氣巴。句子：山頂纜車係來往山頂同中區嘅有軌纜車，喺1888年開始通車，到而家100歲有多咯。佢日日由朝到晚載住一批批乘客上山落山，由下面嘅中區花園道一直上到山頂，全程10幾公里，行車10零分鐘，中途分5、6個站。會話聆聽練習。考牌考成點啊？得咗，算係夠運啦。咁咪係要學一學？冇問題，預咗你㗎啦。買咗車未啊？買咗架二手車揸下先。啱，揸車唔難，但係要揸熟架車，有道路意識就唔容易㗎。我知啦，安全第一啊嘛。
你張機票搞掂未啊？去程就有，回程後補。哇，咁你走唔走得成㗎？連我自己都唔知。第次你要早啲攞機位至得啊。點鬼知咁爆棚㗎？去澳洲幾時都係咁爆棚㗎啦。而家冇計啦，唯有一個等字。短文朗讀：香港係東南亞最大嘅貿易港口，工商金融嘅活動十分之頻繁活躍，而香港人又素以節奏快、效率高見稱，因此對於交通運輸嘅需求特別高。事實上，香港無論對內同對外嘅交通都好發達，交通設施相當先進。市內公共交通四通八達，服務手段之多，服務時間之長，服務費用之低廉，服務管理之有效，連世界上好多先進國家都及唔上。對外交通，海運又好，陸運又好，空運又好，都日漸頻繁。香港喺全世界貨櫃港中高居首位，往返中國內地嘅陸運有增無減，而航空嘅直航航線連接住世界70幾個大城市。可以咁講，香港嘅地理位置同經濟模式決定咗佢必須大力發展交通運輸，先至能夠生存落去。